社会观即卖社会愈来愈重视食品的安全。东山区公所为了让民众去了解在地这个农产品，同时推动食农教育，用公所代管的抗低压种番薯，同时办活动，和学生家己学番薯，互因了解农友的辛苦，进一步爱惜食物。东山区公所为着让民众熟悉在地农产，今晚嘛举办学番薯的食农教育活动，邀请区内学校参加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让囡仔更较珍惜食物。上重要要讲的讲，由这个产地甲产组呢，这个物件来得无容易，请大家来爱惜伊。这摆活动除了有各小的囡仔来参加，嘛有幼稚园的囡仔，伫主任和老师的带领，做伙来体验学番薯，了解农民的辛苦。让小朋友可以了解到采地瓜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，然后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让小朋友也可以更爱惜、珍惜就是地瓜啊，还有食物的美味。透过这个体验，嘛希望会当增加学生囡仔对这片土地认同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